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8月19早起新闻，我是麦尚阳。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日本甲韩国当咧举办领袖峰会，这是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摆邀请外国来到台维亚开会。因三个国家有一项新的共识，就是讲，若准这个太平洋有安全的危机也是威胁，因就有义务来启动三方协商的机制。拜登也强调，这三国若是愈强，世界就会愈安全。美国总统拜登伫马里兰州大会营邀请日韩两国领袖，史上第一摆单独召开峰会。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拢无拍内骨带符合大会营作为美国总统度假的休闲气氛。美国总统拜登伫峰会进前表示，只有美日韩团结一致，三国愈强大，世界就愈安全。You stepped up to do the hard work, I would argue historic work, to forge a foundation from which we can face the future together. The three of us together. And I'm deeply grateful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both of you as we begin this new era of cooperation and renew our resolve to serve as a force of good across the Indo-Pacific and, quite frankly,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美联社报道指出，三国已经对一项新的安全性落实成共识。若太平洋爆发安全危机或者是威胁的时阵，都义务启动三方参详机制。南韩将这叫做三边协商约定，伫几天的议定了后，三国发表大会也关照大会也精神文件甲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오늘은 삼국 협력의 제도적 기반과 추진 의지를 확고히 한 역사적인 날로 기록될 것입니다. さらに重要振興技術協力や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強靭化を含む経済安全保障など幅広い分野での連携を拡大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美国总统拜登伫峰会了记者会顶悬面对提问表示，会伫今年11月伫美国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 再来关心的是马祖的干巡队有一个姓林的中校参谋主任，知影这部队的罐头定定有剩，所以就和其他的军官甲朋友做伙，甲这个罐头款款的拢总是64箱，全部拢寄回去台湾本岛。检方是以贪污等罪嫌来甲因起诉，其中这个姓林的中校甲姓张的官兵已经互人免职甲停役处分。为什么连罐头也要贪？ 这穿短裤潜逃的查甫人，互扣掉了以上新闻。伊是马祖华巡队4年的中校参谋主任。今年3月，马防部传出欠缴粮食了后，就连海巡署金马评分署也被检举后级别高官涉嫌贪污，理由就是幕后主使者甲部队罐头遭做家己使用，则被检方侦查终结。依照贪污罪罪嫌，甲7名海巡的军事官这人来提起公诉。 多次将公安巡队同仁食用的食品罐头，以偷天换日更换包装纸箱的手法侵占入己，所图者纵然只是小利，但所为非但败坏官箴，更严重损害安巡同仁形象。 因关领罐头配发的4年的中校，对昨日开始，定定发现存粮有剩，就指示部署先提起报废库房去放。搁找4个海巡的军事官分工，将罐头的纸箱啊换包装，经由交通船大马支签有64箱，对马祖私运转来本岛。伊的2个朋友伫台湾接应，甲泰山、乌北部也有福隆、牛林土豆这罐头分散给亲戚朋友，查扣到的罐头超过300罐。 为防杜类案再生，金马棚分署已全面要求各案巡队落实库房罐头管理，加强指派高阶人员定时清查核付。金马批分署回应，在案的4年的中校甲4场的上司已经有免职甲停役的处分，其他10案的人员调整正做非主管的职务，只是60几箱的罐头算算的，加几万块利益，只是先出贪念来犯案。检方讲败坏主管的界规，警告互前途拢乌有去，实在是真正袂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个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报纸的重点。
中国时报民团明仔载要伫凯道游行，新的诉求是爱甲路去行互过路人。国民党的侯友宜、民众党的郭文哲拢要来参加，也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昨也宣布会去参加，佮加上郭台铭，这场游行会是因4个人第一摆做伙参加的活动。自由时报。好事多的起司，佮互人验到第1级的致癌物环氧乙烷，目前已经卖94包，业者是赶紧回收落价。那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伫抽检的时，也伫有含蒜头的香料内底去验到同款的致癌物。两间好事多是赶紧甲300多罐的调味粉全部拢落价。联合报。主计总处发布上新的经济预测，今年国内 GDP 的成长率是1.61%，无到2%，这是8档以来上低的纪录。主要的原因是全球供应甲需求无平衡，所以民间也因为外销无好，唔敢投资。咱继续要来看的是中央银行最近是发现有几啊张500块的假钱走入去市面，甚至佫出现伫个毒品的交易案内底。警察是继续来追查，最后是伫新北市的新店去掠到一个46岁姓田的查甫人，伊是利用家己美术的背景来做假钱，技术真有路，互人无法度分辨是真的也是假。查到这一捆一捆的假钱，摸起来真粗，无反光条。客气若是收到这类的假钱，民众若是起疑，简单几招就使看出真假。不过只有万一来摕到这种的，连市面上检查的假钱拢分袂出来，莫讲是民众看袂出来。因为这张500块的纸票，这讲真有，也有安全线，甲伊摕对光看嘛，有浮水印。台北、新北、桃园、基隆20多间银行陆续反映，有放啊敢若真的纸票，世界流出来。田姓范闲曾经交付300多张的500元伪钞给毒品范闲，比对伪钞序号与中央银行提供的伪钞序号相符合。纸会标出来是因为警方伫查缉毒品时，对毒贩徛街发现假钱，事后甲中央银行通报共款，顺线一直入，才掠到40多岁姓田的查甫人。伊有美港的背景，伫新北市的工作室更加互抄到做假钱的器具，假钱疑似供应予不法集团乌食乌使用，经过一层一层转手留入市面，就惊1000块真简单，互人看破，有时专门做这个500块的假钱。像它这个不会变色，真它会变色。对，它这个还没办法做到变色。这项防假功能被破解，安怎用看出真假呢？警方就提醒会用成无这纸钱乌白纹的所在，会碰触纸面，纸钱倒边下面的数字，角度无同时也出现油白的变化。这个所在拢会使注意，因为若是一个无注意收到假钱就破财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国第2大房地产的开发商恒大集团，伫美国申请破产的保护，因望讲会当争取时间，互公司来改造。其实，毋但是恒大，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小连续出现债务危机，外界烦恼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哪准崩盘，恐惊会影响全世界经济。欠一堆小的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8时间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向纽约曼哈顿的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代表恒大伫其他的地区做定租的时阵，伫美国的资产会当得到保护。虽然讲申请破产会当互公司做定租，想办法继续营运，避免来到破产改线的上尾一步，嘛是有可能活过来。但外界对恒大集团实在是欠伤侪一个状况，同款是真悲观。除了恒大申请破产，中国最近嘛一直传出上大的地产商碧桂园债务违约，恐惊会变作后一个恒大。另外，上大的民营金融集团中实集团旗下的中营信托，有30档的商品，即嘛是暂停兑付，会当看出即嘛中国的金融危机是袂当大意的。As long as the problem in the cash flow of developers are not solved, it's possible to see more credit events like this here and there across 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So I think in general it means that investors are likely to be more risk adverse, which doesn't really serve too well for the goal to actually help developers. 北京当局最近虽然是用降价抵押贷款的利率，想要来振兴房地产业，但是房地产是占中国经济正大的一部分。外界烦恼讲，这部房地产的危机，唔但冲击中国，恐惊嘛影响到全世界。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中英航空的空服员来投诉讲，因飞国际线去到巴黎签约饭店的时，其实是真无安全的。除了常常有千份人会走入来，而且佫会掉贼头。中英是表示讲，已经要求饭店来加强保安措施，也当咧找找其他适合的饭店，要来保护组员的安全。空服员伫外地服务，个人的安全非常重要。有中英航空的空服员向媒体投诉，住伫巴黎外站签约饭店真无安全，除了有不明人士侵入，更加是不时有掉贼头的情形。如果我今天在睡觉，我睡得很沉，然后没有发现有人进来我的房间，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都是不得而知的。可也许就是这间饭店的内部人员的问题。工会讲已经接到侪名空服员的投诉，向公司来反映，希望赶紧来换到安全的饭店。不过一直拢也未经换饭店。休息的时间是放松的状态，他并不会穿着完整的衣服，就会要时时刻刻担心说，会不会有人闯进来，就让他们非常的不安全。站在工会的立场，就是有责任告诉公司说，你这家外站的饭店是有状况的，我们会认为公司应该要积极去处理。他们甚至现在自己会去想要上网找把门如何反锁的什么之类的东西。学者建议中英应该要求饭店加强这个保安，保障员工的性命加财产的安全。可能他们就要加强保全啦，聘人去帮忙做保全的工作啦。员工的安全还是要优先注意啊。现在缺工很严重的，员工不好照顾，万一他不想做了，找薪水成本更高啊。对此，中英回应已经要求饭店加强保安，也积极评估其他适合的饭店，来确保员工海外休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香山地区的原住民部落纳鲁湾现场是有居民来反映讲，这几天呢，因是连续发现有毒的饭尸虫，而且这饭尸虫可以走入来厝内，有的人甚至一摆就伫厝内掠到9尾的饭尸虫，大家是惊甲皮皮喘。是他的，我来检查一下。哎呦，我都按不起来了，这边。细里检查厝内每一个所在，都惊饭尸虫向向走出来咬人。在新竹市纳鲁湾原民部落，最近连续出现饭尸虫的踪掠，互住在遮的人暗时要困，拢无法度安心。我们都没有睡觉，小孩子也不敢去房间，都睡在沙发里。这个地方吃很多。还有抓过最大只有多大？哦，很大哦，多大？有这么长哎。都什么蛇比较多？都是眼镜蛇啦。唔那呢，有人甚至一摆就在厝内掠到9只的饭尸虫。连续了，到昨天一直进来。总共几只？9只。部落最近准备办丰年祭，大家拢欢乐，死到游客带囡仔来参加活动，若是拄到饭尸虫，恐惊会发生危险。改善土地上面杂草丛生的情形，市政府也提前派遣了除草的厂商到纳鲁湾聚落区域，还有旁边的公园进行全面的除草，也在周遭的菜园放了蛇类的诱捕笼，希望能提高防治的成效。市府表示，目前除了会定期派人来现场扫草以外，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若是发现饭尸虫，第一个时间要赶紧通知市府前来处理，千万唔通家己用手掠，以免发生意外。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顶个月到苏瑞风台来的时，这雨水是真高，所以台南北门就有居民出面来指控，讲北江溪烟花会有一个水门是无关起来的，所以水拢灌入去附近的温仔内底。现场这虾仔甲金马是大量死亡，金马水利署甲水门的外包商去现场勘查，包商是承认讲迄天确实是无关水门，所以会甲居民来协调。
粉仔水本来是青色，煞反色变粉红色，鱼面收起来虾啊死健健。另外，这颗毛即马咧文化卡放窟啊30档的鱼面讲，从来无发生过大量死去的情形。因指控顶个月杜苏芮风台来时，负责水闸门的管理员无甲水门关起来，造成海水倒灌，真侪正水灌入去，互原本食咸水的虾啊甲即马冻袂掉。渔民表示，上少水是8成。温啊，会土掠落。水味啊，因相关的单位爱来甲阮处理一下啊，袂使讲拢安尼准拄好伊啊。大量的正水走入去阮的鱼温啊，鱼温啊、温啊花，你嘛有看到拢歹呀。到即马规个水嘛拢抑个变红色的安尼啊。北塘溪北尾堤花水门是水利署第5河川局发包予九品公司来管理。申报商表示，迄天确实水闸门无关，地势地势较低，北门金湖里遮的温啊受影响，甚至道边更严重落落去。事实上那一天是只有淹到大概是那黑色的那一个部分在稍微，因为那一天是刚好又有台风天的影响，大概高上来30公分。这个30公分就造成刚刚那边的那个那个道路啊，就是可能有水它那边旁边也有个侧沟，那个水把它溢过来。所有第4角县的乡村里渔民嘛出来指控，即摆水门全部关起来，煞影响因无水通换。包商回应，最近海中因烦恼搁再发生，所以先暂时关起来。未来嘛针对两边取水为关系无共来做协调。另外，道路落落去的部分嘛已经进行修补啊。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台北的228国家纪念馆，在1959年到1979年这期间，是美国在台新闻处。在咱戒严的时代，是引入西方的思想，对咱台湾社会甲艺术有袂少的影响。即马因是甲咱台湾文学馆当咧办展览，来了解这段影响台湾思想的历史。这栋古味的建筑现主是228国家纪念馆，伫1959年到1979年，捌是美国传播西方消息的美国在台新闻处。伫戒严的时代，摊位者得到来自外国的资讯，是影响侪艺术家，亲像作家李昂，就为者知影来自西方的思想。迄大行小传哦，上开始就是美心处介绍出来，迄充满了迄美国梦、繁华富裕。我看到我来写名媛，迄个台湾的上流社会啊，嘛是有一个台湾梦。迄时的美心处毋但互台湾作家有外国的自由现代思想，也互台湾人发现台湾文化的珍贵。亲像乡土作家吴成就是安尼。对我来讲，我感觉讲，这和我的生活经验，距离太远了啊！做工的、开小工厂的，大概是拼到要死。我要你。这条台湾同人知的《我要你的爱》，就是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歌曲。现主时，这寡受美心处影响的台湾作品，拢伫228国家纪念馆展出。因为就随着伫的时代，美心处变做讲国外现代的这个思潮，还是艺术文化，会用传入来台湾，所以是台湾自由气息最重要的一个管道。主办单位表示，除了这个展览以外，12月伫国立台湾文学馆也会举办更加深入的展览。10个展览开幕一天，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孙晓雅也出席。伊讲，真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台湾的少年艺术家继续参美国交流。记者郭明有开台北报道。环境的专题，咱要来关心的是，全球的气候是愈来愈烧热。欧美国家伫今年热浪就出现比我50度的高温。咱国健署统计，台湾国内今年5月到7月，这热伤害的看诊人次是平2冬前加2成外。意思是提示讲，这天气真烧热，除了会着沙以外，其实嘛会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和忧郁症风险愈高。全球加小影，今年7月头一礼拜的全球平均温度就破10万年来的上悬纪录。欧美国家甚至出现将近50度的高温。We need the world to broaden its attention beyo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alone. In many locations where the maximum is reaching into the high 40s or higher,
The temperature may still be near 40 at midnight.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22年欧洲至少有15000人因为天气热死亡。台湾热伤害的人数嘛是逐年增加。国健署统计资料显示，今年7月的热伤害就医人数甲去年同期比增加12.9%。去年7月热伤害的人是775个人，今年7月是搁加100个，就是今年7月热伤害的人数是875个人。天气小热，亲像工人、做田人、这些户外工作者以及时代有慢性病的民众，拢是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地球的温度愈来愈热，其实要看环境有热无，阁要注意综合温度的指数。这是一项综合气温、风速、湿度，也阁有太阳辐射的指数，会当分作是黄色的注意、橄榄色的警戒、红色的危险，也阁有橘仔色的高危险4个程度。中研院过去捌伫7、8月观察到户外农产的热指数，为早起8点到下晡5点，整体平均拢达到注意的等级。嘛发现综合热指数比32悬的时阵，全台湾热伤害急诊的就医人数增加8成。国卫院嘛有研究指出，温度若是愈悬，各项疾病发生的风险嘛会提升。非意外死亡来说的时候，用台湾的数据来做，差不多是25到27度的温度是风险上低，温度较低也是较悬，伊的风险拢会增加。较热的时阵，阮血筋嘛较会发炎硬化，以后有可能中风啊，还是心脏塌掉的状况拢会较常发生。气管的部分啊，那烧热的时阵就会感觉喘气是较困难。高温除了对身体有伤害，嘛会影响心理健康。进前国内就有研究指出，若平均温度超过23度，加1度，重度忧郁症发病的风险会增加7%。伫温度较悬的时阵，会去影响这个荷尔蒙的分泌，会变做更较济，所以人会变做不少。更较长期嘛会看到讲，不管是来精神科的门诊啊，来急诊啊，甚至住院的比例拢会更较悬。咱平常健康的人会受影响啊，更何况是心理不健康的人吼。咱若厝有这的病人，咱嘛来特别甲照顾。全球气温逐年增加，医师嘛提醒民众，除了爱避免着沙，嘛要注意心情的变化，加运动，甲本顾好好，才有法度面对愈来愈热的地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这天气是共款无稳定。西半部甲平湖、冰门甲马祖呢是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也若明仔载开始，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变强，所以就较袂落雨。后礼拜这天气拢真稳定，各地拢是济云的好天。也若今仔日天气到底是安怎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外岛地区是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